Hello，同學大家好啦，咁多位同學大家好啦，咁我係鄭老師啦。咁其實今日仲係 DSE 放榜嘅，但我琴日就俾一單即係好嚇人嘅新聞啦，就睇到我好嬲啦。咁琴日咧就係咁嘅，我呢排咧就睇 Fact 啦，咁就睇到一單新聞，就係講揭陽一班魔童，佢哋咧係點樣去糟質佢嘅狗 BB 同狗媽媽。每一次講到呢度我都覺得好傷心，因為你可以上網睇翻條片。其實事件咧就喺6月28號揭陽嘅揭陽鎮嗰度，就有一個狗媽媽本身都係流浪嘅，咁佢6月14號生咗一竇狗 BB 啦。咁好不幸地6月28號嗰班魔童，唔夠14歲嘅魔童就當住狗媽媽面前虐殺呢班狗 BB， 最後喺狗媽媽身上點咗火水，燒咗狗媽媽。成個媽媽嘅痛苦嘅過程係半個鐘至1個鐘，佢燒完仲要鞭屍。我好想同大家講起教育工作者，我好想講翻呢件事，就係教育嘅問題。其實無論咩國家，香港、內地咩國家都好，其實香港係咪都需要一個鐵拳教育呢？我都唔希望呢單嘢喺香港發生。今日係 DSE 放榜，成績固然好重要，但係品德係更加重要。成績只係你嘅入場券，我成日同呢啲學生講，成績只係你嘅入場券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大專院校俾你選擇，就算你個 DSE 成績未如理想，你都可能可以用其他方法，例如係 high dip 啊、ASO 啊，去搏翻上大學。讀書唔好唔緊要，品格係好緊要。我覺得咁小朋友細細個要學識點樣愛護動物、尊重生命先，呢樣嘢係好緊要嘅。咁你睇到我身後面有隻 Funky 啦，就係我收養嘅流浪貓貓，亦都希望香港人所有全世界都關注翻旺旺事件，還翻旺旺一個公道啦。多謝大家。